Hello，我叫 Lexi，我係一個香港嘅油畫畫家，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嚟緊喺呢個 channel 裏面，我希望用一個傾偈嘅形式啦，一個慢啲、放鬆啲嘅 pace，帶大家同我一齊去經歷我之後嘅油畫創作 journey。而家嚟講呢，我都算係一個全職嘅油畫 artist 嚟嘅。咁上年就啱啱喺浸會大學嘅視覺藝術學科度畢業啦，畢咗業之後就去咗做全職咖啡師，做咗8個月之後呢，就離職啦，重新投入翻畫畫，自己去經營社交平台、網頁、網店，想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啦，喺呢個我最擅長、最中意嘅範疇入邊認真發展一下。喺今日呢條片裏面呢，我會一邊 share 我最新一幅作品嘅創作過程啦，一邊去 share 我離咗職之後冇再返 full time 嘅呢3個月生活裏面做咗啲乜嘢嘅。咁我最新嘅呢幅作品叫做 As Usual 啦，係一幅喺 canvas panel 上面畫嘅 oil painting 嚟嘅。以往自己做作品呢，都係用比較傳統嘅方式去特畫框掹畫布。咁不過最近就喺網上學到一個新嘅做油畫板嘅方法啊，自己嘗試過之後都發現幾好，幾係我想要嘅一種比較輕身啲、比較冇咁formal嘅感覺。咁所以近幾幅新嘅畫作都係用咗呢個做油畫板嘅方法。啱啱就提到啦，而家已經係我冇 full time 工作嘅第3個月啦。咁我喺呢3個月入邊做咗啲咩呢？開頭離開工作嘅頭1至2個星期，其實係過得比較懶散啲嘅。雖然都有畫畫，但就真係比較隨意一啲。通常都係忽然間有 idea 諗到先至會去畫，冇一個好實際嘅目標嘅，冇咩計劃，冇咩規律。後嚟自己慢慢都意識到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啦，所以都開始抽時間，真係認真計劃一下自己想做啲咩，幫自己 set 咗啲目標啊，亦都 pick up 翻呢個寫 schedule 嘅習慣，每日幫自己定一個 to do list 啦，等我可以清楚知道嚟緊有啲乜嘢要做，慢慢去提升翻我嘅行動力。去到第2個月啦，因為釐清咗自己嘅目標啦，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啦，多咗 planning， 咁就令到呢個月成為咗最 productive 嘅一段時間。我完成咗3幅油畫作品啦，砌好咗自己嘅 artist website， 亦都發佈埋出去啦，叫做真係終於開咗個頭。去到第3個月呢，我都係 keep 住去繼續畫新嘅作品啦，繼續 update 我嘅 social media， 繼續去 run 我嘅網頁，不時就會留意一下有冇一啲網上啊，又或者係實體展覽嘅 open call 啊，繼續不斷去構思，睇下可以點樣去 market 自己嘅作品。大家而家喺畫面裏面見到嘅呢塊油畫畫板呢，就搞掂咗啦。不過就冇好似平時咁樣上 gesso 嘅，因為今次都特別想保留翻我自己揀嘅呢款布料個質地啊，所以就直接落油畫顏料就畫啦。咁睇到呢個位置啦，我大概都估到大家可能會想問啲咩，就係我到底喺度畫乜嘢呢？咁最近自己就特別中意一啲大自然、樹木啊、植物嘅光影啦。特別係一啲望落好柔和，俾到一種好舒服、好寧靜嘅感覺，我嘅一啲畫面。而我手上面最新呢一幅畫呢，都係取材於其中一個我最近外出捕捉到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光影嚟嘅。3個月冇做嘢啦，好多時身邊嘅人聽到都會覺得話啊，你咁爽嘅，放咗3個月假咁。的而且確，相比起以前返緊 full time 嘅時候，我而家每一日運用時間嘅自由度係大咗好多嘅。但我諗翻轉頭啦，當初我辭職嘅原因並唔係因為我想要一個 vacation， 而係我想將我嘅時間投入翻喺我更加想做嘅另一樣嘢上面。我係有目標嘅。但對於我嚟講啦，一個有嚴重拖延症、集中力經常好低嘅人嚟講，而家冇人再幫我去規劃我嘅 learning path，
冇人再同我講每日要做啲咩，冇人再去 push 我嘅時候，我需要 in charge of 自己之後所有嘅一啲 planning 啊，我要去管理好我嘅生活，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有啲日子我會好有動力嘅，可以好 on time 咁樣去完成每日 set 俾自己嘅 task 啦，過得好充實嘅。但有時都會有啲日子係突然間頹咗啊，撇咗，去完成一個 task 咧，需要花好多 extra 嘅時間啦。不過過幾日咧，又會自己意識到咁樣唔掂啊，咁就慢慢努力咁 pick up 翻自己啦。呢段時間就係不停喺呢兩個狀態度 loop 啊。好彩之前翻工嘅時候都建立咗一個有一定規律嘅生理時鐘啦，令到自己撇極都有限。我覺得自律同埋調整心態真係喺呢個自由工作嘅階段裏面，對我嚟講係最困難嘅一環嚟嘅。咁好幸運地啦，身邊有好多支持自己嘅人，間唔中都會提點一下我，甚至有時候只係我同佢哋見面嘅時候，我望到佢哋啦，會無意中 remind 翻我一啲曾經喺佢哋身上學到過嘅事，咁就會令到我都更加有動力去做翻好我自己。喺呢段冇收入嘅日子裏面呢，望住自己積蓄越嚟越少，係難免會覺得好焦慮。因為好理性咁講啦，生活真係離唔開錢。無論係我可能想外出食個飯啦，又或者係搭車出去過幾個站行下街，呢啲全部嘢都係要使錢。我曾經都有段時間呢，好愁錢㗎，每日都喺度諗緊點算好啊，好緊張，好焦慮嘅，個腦冇停過咁滯，甚至係影響埋睡眠。後嚟啦，自己慢慢都學習到底要點樣面對收支唔平衡嘅狀況啦，自己都可以唔使咁大心理壓力呢。咁其實就係要好誠實咁面對自己嘅經濟狀況啊，清楚咁去記錄低自己嘅支出啦，留意住自己剩低幾多錢，去管理好、規劃好自己嘅使費，學識應該係要有意識咁樣去使錢，而唔係漫無目的咁焦慮啦，過分削減自己嘅支出啊，甚至係影響埋生活嘅質素。直到而家呢，我間唔中都會問我自己，其實而家咁樣生活自己開唔開心呢？但好快自己又會發現呢條問題係冇固定答案嘅。但如果係問我當初放棄一份有穩定收入嘅工作，選擇去嘗試發展自己嘅畫畫事業，我覺得值唔值得呢？我係可以好肯定咁答，我覺得值得嘅。冇咗收入的確係會令到人好恐懼嘅，但係好幸運地啦，喺我自己嘅 case 嚟講，屋企人冇俾太大嘅經濟壓力我，而我自己又有一筆少少嘅積蓄啦，我可以有呢個機會去嘗試實踐我自己想做嘅事啦，去學習點樣放慢步伐咁生活，去照顧好自己，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嚟。而家空閒嘅時間多咗啦，變相同自己相處啊，俾自己慢落嚟去思考嘅時間都多咗，令到我更加能夠去認識自己啦，諗清楚自己到底想過點樣嘅生活啊，再去好好咁規劃一下 next step。我覺得能夠做到自己想做嘅事，話多咗好多話，又有呢個時間同空間去俾我學習同埋成長，已經係足夠令到我覺得呢段日子係好有價值。多謝你睇到呢度啊，希望你中意我嘅分享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做嘅事，盡情去感受呢個努力追夢嘅過程啊。下次再傾，拜拜。